為了保護珍貴的海洋生態，佇咧澎湖有一群少年人透過藝術、透過觀光來推廣環境保育的觀念，嘛希望予愈儕人來看到海洋的水。暗時7點半，台語台《青春咱的夢》做伙來看因是安怎用行動來守護澎湖迄片藍色的海洋。我去澎湖的陳文婷是海相館的創水飼育員，伊若經營海洋觀光，嘛投入選物甲環境的保育，希望透過海底生態旅遊，互更較儕人重新看到海洋的生命力。毋過自然環境甲人為介入之間，倒一個才是真正對海洋好的方式，嘛才做伊一直咧思考甲面對的問題。安怎是對環境好的？阮用阮家己的方式去試看賣，邊學邊看邊做。了，甲種苗場合作，所以就開始有投放磚啊，或者是復育啊，或是放黑卡菇，嘿。阿伯要來玩哦！你們會坐遊覽車來，對不對？會。海漂實驗室的藝術家，繼續嘅用抾來海洋廢棄物轉化做藝術創作，甲污染變作是互人重新思考的媒介。伊甲創辦人鄧彩玲透過市集、展覽甲活動，希望互更較儕人理解保護環境，毋若是口號。咱咧做的迄個海廢創作，其實放在就是厝內底，其實是會使足水的，啊嘛是會使用的。像我這次是主辦單位，我就是提供租的餐具給大家，就是我們快樂的時候，不一定也要製造麻煩給大自然。為清理海沙堡到創作，為研究到教育，有愈來愈儕人用不同方式守護這片海洋的未來。安怎以互澎湖這片美麗的海洋，毋若是專家的責任，更加是社會大眾需要重視的課題，才會當互更較儕人看到澎湖海洋永續的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